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4主日，愿咱陪伴咱的心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因为蔡牧师的身体欠安，需要休困，所以这礼拜由我来代替蔡牧师来讲以下的讲道篇，互属灵的今日这个系列会当真完整来做结束。当然，今仔日的讲道也有加上我个人所领受的感动甲经验。在领受上帝唯一进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主日早起，互阮会当来领受你的唯一。恳求信心亲自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互阮会当得到帮助。主啊，只是我嘛特别为着阮的蔡主任牧师交托仰望伫你的手，恳求你医治的心，甲伊做伙，祝福伊紧紧得到医治，健康起来，转到阮的中间，带领阮做伙敬拜，甲服侍你。主，阮要将阮以下的时间交伫你的手，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过去蔡牧师有甲大家分享过，哥林多教会是一间真有温树的教会，但是哥林多教会相时也是一间有真侪问题的教会。使徒保罗伊在处理完信徒分党结派的问题了后，伊对第8章到第10章有3章的内容在处理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基督徒检通食拜过偶像的食物。基督徒检通食拜过偶像的食物，可能咱会想，检讲这个问题有这尔严重吗？保罗爱用3章文字的长度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不过，只要咱详细地读这3章的圣经节，就会发现，使徒保罗伊所处理真正的问题是基督徒的自由观。基督徒的自由观。当年12月7日是联合国所定的国际人权日，特别伫人权意识升悬的今仔日，自由是每一个人拢在追求的目标。人人讲求徛起的自由、婚姻的自由、言论的自由、新闻的自由、学术的自由、信仰的自由等等。什么代志拢爱讲求自由。各位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？蔡牧师伊伫少年的时，伊也捌向往自由，伊捌写过一首诗。要知影诗的内容，请蔡牧师转来才甲恁讲。其中有一句，伊是讲：我互追求自由的心束缚。我互追求自由的心束缚。是啊，真侪较无自由的人，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，拢会有这款的迷惘。有时阵，愈想要得到自由，却发现其实咱拢是互家己的欲望束缚。前一阵仔，蔡牧师有机会甲台大的蔡丁贵教授在分享。长期以来，蔡教授伊拢投入伫台湾的社会运动中。伊家己讲：“我已经无道真久啊，但是我毋敢洗礼。这是因为我感觉洗礼了后会有真侪限制。即句话袂当讲，迄个动作袂当做。确实，有真侪人出去教会拢真久啊。若是问伊为什么还无爱洗礼呢？真侪人的回答就是安尼：信耶稣洗礼了后，就会有真侪限制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是甲咱讲，真理会互咱得到自由。到底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是基督徒的自由观？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信息。真侪第一代基督徒，因为父母还未信主，厝里犹原有拜祖先，这人可能会烦恼：
假使爸母爱我食迄拜过祖先的食物，我应该要安怎回应呢？是食，还是莫食？这对初初信耶稣的基督徒，确实有真大的征战。我捌听过一位青年，伊信耶稣了后，伊厝里的人也真尊重伊的信仰，妈妈阁真疼伊，惊伊无爱食拜过祖先的食物，特别用一种方法，就是上食的拜过祖先的食物，阁煮一遍，才来互伊食。可能咱伫教会出入，有当时有听到有基督徒甲咱讲，咱毋通进入任何的寺庙。但是咱嘛听过另外有一种讲法，惊啥物？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才是真神，无论啥物庙出入嘛拢无关系。各位，到底倒一个才对咧？咱阁要做啥物款的选择咧？简单来讲，哥林多前书咱今仔日读的经文，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。咱先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教导，爱知人的自由甲知识是袂当分开的，知识会影响到人的行为。所以，使徒保罗在教导基督徒的自由观境前，伊先教导信徒，什么是真正的知识。今仔日的圣经第一节，使徒保罗讲，论到祭偶像的物，这是和合本圣经，真明显，这是哥林多教会信徒向使徒保罗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有关基督徒是毋是会当食拜过偶像的食物。也就是讲，教会内有两派人意见，一派人认为会当，另外一派人认为安那袂使。对表面来看，使徒保罗伊捌清楚讲过，信徒袂当拜偶像。佮加上使徒行传15章28节到29节，这是记载耶路撒冷教会因的开会中有决议，禁止信徒食过拜偶像的食物。兄弟姊妹，咱来知影，伫当时伫哥林多迄个所在，伊个时代的背景，因为伫哥林多教会信徒要完全无爱甲偶像有任何的接触，好亲像是无可能的。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哥林多人因伫寺庙或者是甲偶像有关的所在食物件，这个现象是非常的普遍的。若是伊无爱参与，通讲好亲像是甲社会来隔断。第二个是，当因在拜偶像了后，因所祭拜者的祭物会分做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会烧掉献互所拜迄个偶像，第二个部分就是互祭司本人，第三个部分就是互祭拜者的人会当做伙伫遐啉食。其中互祭司的肉，因为祭司无可能食会完，所以就会将食的摕去市场卖。所以伫市场要买肉的时，也有可能会买到拜过偶像的肉。当使徒保罗要处理这个问题时，伊是对哥林多教会内部开始，就是因为教会内有一群人，掠家己最有知识的，就照着家己对知识的理解来处理代志。使徒保罗为着要针对这个自以为是的信徒，伫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1节后半段，伊讲：咱掠做，咱拢有这方面的知识。这段经文中所讲的知识，是讲人捌世间只有一位真神上帝，所有的偶像是无任何的价值甲能力的。所以结论是，信徒食拜过偶像的食物是无关系的，食物也袂因为拜过偶像来受到污染。
通过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，互咱明白真知识的内容，就是爱明白独一真神上帝。对使徒保罗来讲，伊绝对知影，拄则咱所看《使徒行传》15章28节到29节所记载，耶路撒冷会议所颁布的命令，就是毋通食拜过偶像的食物，毋通食拜过偶像的食物。不过，因为使徒保罗的上帝观，伊清楚知影，世间只有一位真神上帝，所以伊伫第6节伊讲。对咱来讲，只有一位上帝，就是天父，万物的创造者。咱是唯一来活，而且只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万物拢照着伊来创造，咱也照着伊生存。这节圣经节，通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也是基督信仰的中心。因为这包括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只有一位上帝。这部分的经文甲咱讲有关上帝3方面的事实，也是基督信仰的基础。第一个，上帝是天顶的父，这也是耶稣基督在教导学生的时，伊讲上帝是父。所以咱拄则在用主祷文在祈祷的时，咱讲啥物？第一句，阮伫天的父，这就表明基督信仰是一种关系，是一种关系。第二，上帝是创造主，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第三，万物拢属于伊。咱的上帝毋是创造咱了后就无伊的代志。因为上帝伊是开始，也是结束，所以咱人是对上帝来，最后嘛是要转到上帝遐。所以咱就爱知，咱的人生必须抓上帝做目标，也只有努力将上帝旨意表现伫咱的生命中，咱才会当真正实现咱家己。第二，只有一位主。这部分是强调基督的工作，也强调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，伊甲天父是同尊同荣。耶稣基督也有份伫世界创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无论咱面对是甚物款的状况，必须爱知影这个真知识的内容。既然是真知识，就袂因为时间环境会有所改变。得到这个真知识了后，咱就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25节到26节，伊讲：市场上所卖的肉，恁拢通食，毋免为着良心的缘故问东问西。因为圣经讲，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于主。各位，因为万物拢属于主上帝，所以有真知识的人就袂受到影响，咱就会当对这个世俗的禁忌中得到逃放，得到自由。所以真知识会互咱得到自由。特别咱是活伫台湾这个异教文化的处境中，要掌握真理，才袂疑神疑鬼，行东行西。真理会当对付因为无知所产生的惊吓。约翰福音第8章32节甲咱讲：恁会捌真理，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。当咱认捌真理了后，真理就会互咱对惊吓中得到自由。举一个例，有的人真惊暗，因为伫黑暗中看袂清楚，所以就会安那胡白乱想，幻想出一个可怕的怪物或者是鬼。但是当咱若是将电火拍开的时，才知影毋是安尼。各位，真理就是光，
会当将毋对的事照清楚，互咱袂惊。知影这个代志了后，咱就会明白家己的软弱。后来，佫对真理有佫较了解了后，也明白所讲的鬼，绝对毋是人死了后变的。人死了后，会进入伫上帝的掌管中，袂变做鬼。所讲的鬼，真侪时阵拢嘛是咱家己想出来的，或者是邪神的作怪。当咱明白这个真理了后，咱就会得到透放，无搁惊吓。实际上，咱生命中所学习到的惊吓，有真侪拢毋是真的。当咱若是用上帝真理去挑战因的时，就亲像光一到，黑暗就会无去共款。因为咱有认捌真理，咱就会当对惊吓中来得到自由。所以，咱就爱常常读上帝的话。对上帝的话中，就会当得到真理、智慧，来拄起因为无知所产生的惊吓。歌罗西书第2章20节，既然恁甲基督同死，脱离了遐个宇宙的神，恁为虾米犹原甲世俗人同款生活？继续守毋通动即个，毋通食迄个，毋通摸即个，即类的禁忌呢？愿上帝帮助咱靠着真理，无搁惊吓禁忌甲迷信。当咱有真知识做基础，来面对世俗的禁忌甲迷信，啊无够哦，煞接就互咱做伙来看，要安怎使用自由。虽然真知识会互人对禁忌中甲迷信中得到透放，得到自由。但是在使用自由的时，咱也是爱注意。所以保罗线接伫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7节伊讲，毋过毋是逐个人拢有即款知识，有人一向惯习拜偶像，所以直到今仔日，逐摆食即种食物，拢是感觉在食拜偶像的物。因的良心本来就软弱。搁较因为食了即款食物，感觉受到污染。因为当时有真侪外邦人，因信耶稣了后，这外邦人因原本是拜别的神明，只是当因诚做基督徒了后，因就转向侍奉甲敬拜上帝。这个拄啊信主的信徒，因无可能马上就将因过去的信仰习惯完全放袂记，这也是经文中所讲的软弱的兄弟姊妹。所以，当因看到教会一定有丰富知识的基督徒，拢在庙内咧食物件的时，因会掠做食拜过偶像的食物无关系。但是，当因家己食了后，事后家己搁在受的时，心内搁感觉怪怪。好亲像家己搁转到过去，在拜偶像的时，在祭拜了后，甲大家做伙伫遐搁食搁啉的迄个状况相款，结果信仰就安尼来失落。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9节到11节继续讲，毋顾着世事，毋通因为恁运用个人的自由，互信心软弱的人犯罪。若有人伫即件代志上良心软弱，看到恁遮个知识丰富的人，伫偶像的庙内啉食，安尼兼毋是伫鼓励因食这偶像的物嘛？一个软弱的信徒，嘛是基督为着伊死的人，会因为恁的知识来灭亡。所以问题毋是是毋是通食拜过偶像的食物？问题是咱的行为是毋是有造就人，或者是互人来绊倒？也就是讲，问题的重点毋是食，还是莫食。
问题的重点嘛，毋是伫即个食物是清气的，还是无清气的。实际上，当咱食了拜过偶像的食物，并未影响上帝对咱的看法，或者是损害咱的属灵性命。相反，咱无食拜过偶像的食物，也袂叫咱搁较圣洁，搁较互上帝欢喜。所以，基督徒个人自由的表达方式，毋通只是自私，只是顾着家己的需要，来忽略周围人的感受。10几年前，我有一摆甲一个无道友的姊妹去食火锅。当阮家己点好家己要食的了后，这位姊妹就马上掠迄个服务生甲伊交代讲。阮两人的凊彩盘拢毋好放猪血粿。我妈妈加一个，各位牧师毋是爱食猪血粿，但是我是无经食，所以我知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的。只要祈祷了后，一切拢是清气。但是为着这位姊妹，我迄摆我会当莫食，我会当莫食。因为我无希望这位姊妹，因为我食猪血粿来跋倒离开信仰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，咱认识的一节经文，逐项拢通做，不过毋是逐项拢有利益；逐项拢通做，不过毋是逐项事拢为帮助人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伊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讲，所以恁无论是食是啉，还是做啥物，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。所以保罗借着这个机会讲，知识只会互人骄傲，只有疼心才会当造就人。保罗的意思是讲，真知识的基础必须要建立伫听的中间，所以就算咱的知识是完全正确的，咱无听，教会也会蒙羞，也会分裂。相反，若是咱有听却无知识，也会变做感情用事，因为无知来离开上帝。所以听甲知识是袂当分开的。保罗伊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6节后半段嘛讲，听是只有听真理，只有爱真理，意思就是听甲真理是做伙欢喜的。台语圣经翻译较好啦，伊是安尼写：听是甲真理相甲欢喜。若是用一句现代话，就是讲听甲真理。两个是麻子，常常拢爱连做伙。当听甲真理两个结合的时，就会祝福人，佮充满欢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等到今仔日一开始的主题，基督徒的自由观，特别今仔日第2场，还佮第3场的礼拜中，有举行洗礼圣礼典。毋那今仔日新人洗礼兄弟姊妹，要通过今仔日主日的信息的教导，得到信仰的真知识，无阁受到世俗的禁忌甲迷信的管辖，享受真正的自由。仰望咱在座所有的基督徒，咱也会当将一切偶像对咱的心中来除去，互咱蒙恩喜乐。活伫上帝光明中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手持自由意识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会当常常读你的话，明白你的心意。祝福阮所做的选择。会当伫你的真理的中间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主，恳求你的信心亲自引带带领阮，互阮来领受这个真自由伫阮的生命中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